好的草莓在苗栗大湖不是夸口，这个品性呢，甜度也好，再来它的硬度也好，耐储藏运输。直优得靠品质把关。这个台湾最大的草莓供应产地，搭上观光果园风潮，全力锁定内需市场。我们要求的就是耐储藏运输，这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原则就是说，草莓一定要像这个10分熟。品种从日本引进，大湖日夜温差大，有得天独厚的培育利基。而台湾农民的厉害是把种植技术再革新。到日本去观摩的时候，跟去学习的时候，就发现它是立体型的，单一层的，只有这一架。单一层，日本只有这一架。日本只有这一架。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再改为2层。改良式的立体高架，透气通风，减少病菌侵害，对农民消费者都是福音。消费者也好，农民本身也好，不会说长期这样弯腰，然后半蹲的姿势采摘草莓呢。这个姿势如果持续太久的话，对膝关节都会造成伤害。尽管现在大湖地区只有6公顷面积加入改良，但范秀龙不急，慢慢推广教育，让每个人都是时尚农民。我们看到这盘，很漂亮，很开了不？很大颗。必须有得奖，有得名的哦。必须有得名哦，有得奖，对不对？对。苗栗大湖地区草莓种植面积550公顷，一年产值高达14亿。客家农民其实并不想只安现状，甚至也有越来越多大陆的订单，但现在接不下来，因为栽种面积无法突破，始终是一大难题。行睇得冇，必須要定名我。行睇得冇，必須要定名我。